大家好，而家係關二哥解碼嘅時間。各位朋友，北京呢就發生咗所謂小型911事件啦。一架飛機呢就去撞呢個中信大廈呢個中國專嗰個大廈叫做造成13個人受傷嗰個駕駛員就當場死亡咁早幾日呢，就傳咗有好多個版本，有啲人呢就話嗰個揸飛機嗰個呢係一個女嘅，叫做劉俊華咁講，而且係中信嘅助理總經理咁講，於是呢就出咗好多版本啦。有啲人話可能佢係俾嗰啲集體情人嚟嘅，係嗰啲領導嘅結果就最後就因情就呢個作案咁講咁咧，事隔一個幾禮拜之後咧，北京官方咧就終於咧就公佈個案情啦。佢話咧係呢個一個66歲嘅男性駕駛員，唔係女嘅喎，原來係男嘅喎。咁咧佢咧就係呢個喺2024年，亦係真係叫做劉某某，真係姓劉嘅喎。佢咧就呢個有單發雙座螺旋槳輕型飛機，佢註冊咗，係自由職業者，離異獨居。咁咧喺2021年，話佢今年66歲啊，2021年就已經年過花甲嘅咯喎，就取得運動飛行執照，2024年就取得私用飛機執照。哇！呢個人終於就知道，但係冇講到佢究竟係原來職業係乜嘢即係可以有架私人飛機咧，就非富則貴㗎啦。呢個人都係咁佢話事發嗰日下午呢，劉某某從平谷區一處通用機場駕駛飛機起飛，先後進行伴飛同獨立飛行。喺獨立飛行過程中，飛機偏離設定嘅飛行區域，並與機場失聯，隨後就撞上朝陽區東三環附近一棟高層建築，劉某某當場死亡。咁佢官方通報就唔講邊個呢個建築呢個建築係乜嘢建築啦。但係咧就係人都知啦，因為眾目睽睽之下係中國專咁個通報咧仲話咧，呢個劉先生咧就長期存在失眠焦慮問題，佢嘅日記多次出現結束生命嘅表述。綜合調查結果，官方認為係一出因個人原因造成嘅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因個人原因造成，佢又冇話佢係自殺，又冇話乜嘢即係叫做呢個因個人原因造成嘅公共安全案件但係咧而家社會上有一個即係大家都接受嘅名，就叫做咩叫做憲宗呢個劉某某咧就憲宗就係咁嘅人啦。但係始終佢嘅身份就好神秘點解到咗60歲之後仲可以即係攞到個駕駛證咧仲係可以註冊飛機咧咁樣究竟係乜嘢人咧？咁大家咧仲係即係呢個好想知道但係起碼咧佢就唔係原來嗰個版本啦，就唔係女嘅亦唔係話佢內部嘅乜嘢嚟嘅伊朗嘅
原來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就喺舊年定今年初啊，就俾美國嘅導彈就呢個定向擊斃咗啊！咁啊，即係話斬首行動。咁咧而家咧就事隔幾個月後咧，咁就進行呢個喺德黑蘭就準備舉行呢個隆重嘅葬禮。咁啊就而家就佢各國咧嘅領導人，佢邀請佢哋參加。美國啊、以色列啊，佢都肯定唔會參加啦。啊，咁而家究竟係邊啲咧？俄羅斯啊，仲有其他嗰啲伊斯蘭教國嘅國家啊，喺中東嗰啲國家啊，邊個會去，邊個唔去，大家都好關注啦。咁今日咧就中國咧就公佈咗，就準備派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叫做何為，就去出席，代表中國政府啊。何為係咩人咧？何為係非中共黨員，即係唔係公開嘅中共黨員咧？起碼佢係中國農工民主黨嘅主席，又係中國紅十字會嘅主席，咁就係非中共人士，咁啊派佢去咧就應該係比較合適㗎啦，即係唔係實權人啊咁啊，但係咧就呢個哈梅內伊咧就唔係壽終正寢嘅，即係唔係話有病啊乜嘢老死啊咁嘅，係喺美國同伊朗嘅戰爭中被擊斃嘅，即係俾美國軍隊擊斃嘅啊！咁啊，中國咧就派國家領導人去出席一個俾美國軍隊擊斃嘅一個呢個伊朗嘅領導人啊！咁啊呢個即係講即係好明顯就有個表態喺度咯嚇，有個表態即係對呢個美國咁樣採取咁嘅措施打死人哋最高領導人不滿咁啊！咁其實係一種表態嚟嘅啊！而家咧就真係無奇不有，中國社會上，東莞咧有一對丁克，咩叫丁克啊？即係唔生細路仔嘅夫婦啊！咁佢就突然發現咧，佢個戶口簿咧就多咗個人喎，多咗一個女喎，佢從來都未生過嘅，後來經過調查咧，原來係街道辦嘅工作人員咧就冒充篡改戶籍檔案，就夾硬一個女俾佢，寫上佢個戶口簿，目的咧就等佢兩公婆都死咗，佢冇仔冇女啊嘛，咁佢就嚟食絕戶要埋佢間屋要埋佢啲財產咁，真係咁鬼離譜都有嘅，而家真係大家仲應該係好記得呢個銅鑼灣書店事件咁當時咧幾個被捉咗嘅，咁其中咧佢個就書店嘅即係佢嘅店長林榮基咁就喺大陸捉咗啦，咁喺大陸就住咗一輪，後來咧佢就翻嚟咧就開咗招待會，記者招待會講佢點樣被捉，點就乜嘢，咁到咗呢個反修例風暴嗰陣時咧，佢就去咗台灣，喺台灣咧就重新搞一間呢個銅鑼灣書店喺台灣嘅，而攞翻呢個招牌，佢喺度咁出一啲書，咁嚟呢個招攬生意咁樣，咁就都有一啲人追捧嘅，有好多係香港去台灣旅行嘅人或者就移居台灣嘅香港人咁都會去買書咁樣，但係今日咧就聽講咧呢個林榮基先生咧就
過身啦，係肺腺癌，肺腺咁就終年70歲咁就結束咗人生啦咁即係轟動一時嘅銅鑼灣書店事件咧，就應該係告一段落啦而家咧就愛國者治港而家好犀利咁而家就立法會議員咧就擴充到90人，全部響當當嘅愛港人士嚟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冇咗即係呢個唔使，即係冇咗好似以前咁激烈嘅選舉競爭咁樣入去嘅咁但係呢啲人咧就大家掛住愛國嘅招牌、愛港嘅招牌咁但係咧就即係好多咧就忽視咗對自己嘅嚴格要求前一輪咧就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陳家珮就逆行揸車逆行就俾人哋俾差人揸捉住咁就判咗罰款咁今次咧早2日咧又犀利喎，就另一個愛國立法會議員叫做黃錦輝，佢係順呢個選舉委員會界別入去嘅入去咧佢就呢個佢咧就醉駕喎，即係飲咗酒就揸車結果咧就撞咗車喎，就不顧而去喎，因為飲醉酒揸車，飲咗酒揸車撞咗車不顧而去咁而家咧就民眾咧就好大意見啦即係市民好大意見啦，究竟點解咁樣你愛國就得㗎啦就唔使處理，就紛紛咧就要求咧嚴肅查處佢咁佢究竟即係如果係警方真係如果係判佢入獄3個月以上，咁佢就應該講佢嘅立法會議員咧就要被褫奪㗎啦個資格咁好啦，咁今日咧順便講一講，琴日咧我就講到呢個習近平喺7·1紀念大會度嘅重要講話咁我就話佢冇講到喺而家咁嘅時刻，尤其係懷念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嘅革命家點咁。但後來我重新聽咗一次佢講話，佢喺開頭嗰度咧係講咗咁但係咧佢今次就加多咗即係分呢個代即係講你哋共產黨嘅即係歷史嘅時候一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嘅共產黨人，然後就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共產黨人，然後以江澤民為代表嘅主要代表共產黨人，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嘅共產黨人，即係跟翻黨章嗰個總綱嗰度咁嚟又講咗一次咁就但係咧就都緬懷嗰度都仲係有咁喺度特此更正下啦好啦，今日咧就關於歌解碼咧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